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高 Sir 啊。九龍城咧有一個小泰國之稱嘛，咁每年咧都有一個大型嘅活動嘅，就係叫咧龍城美食潑水大繽紛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將會舉行咧啟動禮啦。咁到底有啲乜嘢嘅勁嘢咧？活動將於4月11日至12日在九龍城賈炳達道公園足球場舉行，設有泰國特色市集、潑水體驗、泰拳表演賽、泰國歌舞表演及泰國服飾體驗等環節。主辦方期望能推廣龍城泰式風情，提振地區經濟。今年新增消費優惠商場賞，由即日起至12日，訪客於指定商戶單筆消費滿200港元，可獲贈10元現金券，適用於活動期間的泰國特色市集。參與商戶亦會於推廣期內提供專屬優惠或折扣。我哋咧係推動咗我哋龍城嘅一個深度遊。今年泰國燈活動咧，當然亦都會繼續係會完成我哋呢個龍城嘅深度遊。市民喺4月11號同埋12號嚟到我哋呢一個九龍城區咧，其實只需要咧係完成一啲嘅簡單嘅任務咧，就可以咧去到係得到一啲好特色嘅一個紀念物。Nice。4月11號，我哋一定要嚟到九龍城，嗰度我哋嘅龍城美食潑水大繽紛2022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